台北市17发生公车相撞的车祸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5个人受伤。涉案的2个公车司机访问完了后是拢交保，不过大有巴士的这个司机，因为摕到驾照到驶公车，敢若1个月的时间，而且今年8月份嘛有甲人相约的记录。然后另外一个驾驶，伊是大都会客运的司机，是已经驶13年啊。目前台北市公运处甲这2间业者是先罚9万块。 你是没有看到前面有车吗？以上检方的2个人拢是公车驾驶，伫台北的喜来登饭店头前发生追撞事故，造成1个死亡15伤。经过复审了后，各以10万加30万块交保。即马台北市公运处嘛对2间客运业者分别各还9万块。基本上我们经过受训以后，可以了才会过啊，不是说基本上都会过，因为驾驶员很缺，缺的原因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一行。 老一辈的驾驶员就时间到了，年龄到了都退休了。车祸的姓车女驾驶刚23岁，今年1月得到职业驾照，经过大有巴士内部训练，2月正式上路，服务到即马较无1年。不过，所互人发现，伫今年8月已经有肇事记录。业者回应是小可去下着，伫这件事故了后，人已经停牌，嘛怨叹目前人力严重不足。 另外，迄个肇事的车祸姓陈司机是伫大都会客运任职，年资有13年。业者讲，当然伊的工作表现拢正良好。不论是否缺额，绝对不能影响到公共交通安全。我想这个原则跟立场是非常清楚而且坚定。 就算驾驶欠人，嘛袂使当作理由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，已经协调相关的局处扩大招募劳财补助，强化新手驾驶的教育训练，也甲无适任驾驶的排除机制。不过专案都还未落幕，才让1天尔，新北市原来传出公车意外。 他们有回报是说那个方向盘卡式，我们现在调他的检修记录，他有没有正常在检修这些方向机的事情，没有渗进他的那个运维护责任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那个罚款9000块到9万块不等啊。一台台北客运倒弯，方向线愈来愈歪，紧急停伫路中央，差点就弄到车厢顶的条啊！好在在车内15个乘客无人受伤。代志是发生伫18早起8点，边就是新埔国中，那方向失去控制，业者讲是机械故障，电子动力方向机的保险丝烧断去，含道路变成当进歹胖。 其实有时候也是司机的问题啊，不是完全是这些物品的问题啊。有些司机他们开车真的蛮快的。公车不安全，就是人上去站还没稳，公车司机就开走就跌倒了。为台北的重大追撞事故到新北公车的状况，民众难免会烦恼公车坐车安全性。有人是讲爱对公车全面大体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